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11月初6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约书亚记第4章第1节到24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3节到2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信息 ，The Word of God。伫咧参加别人教会礼拜的时阵，当师会带领着会友读完圣经的经文了后，拢会伫即个后壁来宣读一句话，叫做 "The Word of God to us"， 就是讲上帝的话赏赐互咱。会友就会回应讲 "May God bless the reading of His word" 意思是讲，愿上帝祝福所有读伊的话的人。那是伫台语教会，这个教会这个词汇因会安尼讲，愿上帝祝福遐个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的确，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信息。诫命是摕来实践的，毋是参考用的。出来及的以色列人领受着10条诫，甲济的法条诫命。到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，甚至咱讲扫罗王啦、示基啦、大卫王啦，以及列王的时代，也是搁较济拢清楚。上帝交代因，若准恁遵守我的诫命，就要蒙福，得到保守，得到祝福。咱要对今日的经文约书亚记来看，知影上帝的话就是命令，是以色列人必须爱遵守执行的。咱伫昨的经文，伫主日的经文讲着，因渡过约旦河，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。跟约柜的祭司先踏入去约旦河了后，就看见上帝的神迹。然后约旦河变做大地，因会当渡过约旦河。今日的经文安尼甲咱讲，全体的人民已经过约旦河，上主吩咐约书亚讲，着对人民的中间经12人，每支族一个人，命令因对伫约旦河的中间，祭司徛的所在取12块石带过去，系伫恁人民伫要休困的所在。约书亚就将伊对以色列人所选出的12人，每支族一个，拢调进来。约书亚就甲因讲：恁去伫约旦河中间，到上主恁的上帝约柜的头前，照着以色列人支族的数目，逐个人取一个石头，迄伫肩胛头。这个石头通伫恁的中间做记号，将来恁的子孙若问恁，这个石头对恁有啥物意思？恁通对因讲，这是因为以前约旦河的水伫上主的约柜前来查断，约柜通过约旦河的时，约旦河的水无搁流。这个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以色列人听约书亚的命令，就照以色列支族的数目，到伫约旦河中间取12块石头，因照上主对约书亚的吩咐，带遐的石头过河，系伫遐休困的所在。约书亚另外用12块石头踏于约旦河中，伫
跟约柜的祭司伫徛的所在，到伫今仔日遐的石头也伫遐。当以色列人还搁伫约旦河中间的时阵，上帝再度命令以色列人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用约旦河中间12块石头，一个支柱出一块，放伫因的营地，摆伫遐做因的纪念碑，纪念上帝保守带领的恩典。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听上帝的命令，上帝叫以色列人将石头拢准备好了后，伊就命令祭司对约旦河起来，约旦河的水就恢复原来是满出来，饮水到伫两边的河边。圣经继续安尼记载。跟约柜的祭司徛伫约旦河的中间，一直到上主通过约书亚对人民的命令拢完成，拄照着摩西吩咐约书亚的话，人民真紧过去，全体人民一个过河，上主的约柜甲祭司就伫人民的面头前过去。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拢照摩西对因讲的话，带下军旗伫以色列人的头前过去。因约略有4万人带着军旗伫上主的面前过去，到伫耶利哥的平原，准备好要交战。迄日上主伫以色列众人。尊约书亚最大，伊一生受人民敬畏，亲像因敬畏摩西安尼。上主吩咐约书亚讲：“你命令跟约柜的祭司对约旦河起来。”约书亚就安尼命令祭司，跟上主约柜的祭司对约旦河起来。祭司的脚一个大上花，约旦河的水就恢复原状，亲像以前长满香槟花。正月7日，以色列人民对约旦河起来，伫耶利哥东边的吉甲战赢。约书亚将因对约旦河厝内的迄12块石头踏伫吉甲。然后对以色列人讲：将来恁的子孙若问因的老爸，这个石头是甚么意思？迄时就甲互恁的子孙知，讲以色列人捌行过大地，过这个约旦河。上主恁的上帝伫恁的头前，互约旦河水打去，听候。恁过河，亲像伊早前伫红海所做共款，就是互河伫阮的头前打去，听候阮过去，要互全人类拢知，上帝的手有大能力，嘛要互恁永远敬畏上主，恁的上帝，遵行上帝的话语。主的信息是基督徒应当做的责任，是无通提示上帝的命令。这也是福音的根本。保罗伫写互亚细亚、希腊等初代教会，就时常提到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、主的信息。保罗伫写互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3节，安尼对基督徒肯定而论。伊讲：“我嘛为着这个缘故，常常感谢上帝，因为恁对听到上帝的话的时阵，无甲伊看作是人的话，但倒看作是确确实实是上帝的话。”这个话伫恁信徒中间的运作，
迄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因有拄着真大的阻力，这个阻力是对伫当这时的犹太人来。好啦，亲像保罗伫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，拢遭受着犹太人的迫害，到处拢有犹太人群众，并且制造假见证来陷害保罗同款。保罗继续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，恁有拄着伫犹太地上帝的教会，就是属基督耶稣的教会所拄着的代志。恁受着家己同胞的迫害，拄亲像因有受着犹太人的迫害。遐以犹太人抬死主耶稣甲众先知，嘛迫害阮，互因上帝无欢喜，因互上帝无欢喜，嘛甲众人做对敌，甚至主动阮传福音互外邦人，互因通得救。遐犹太人继续犯罪，直到罪恶满满，最后上帝的受气临到伫因的身上。咱知影犹太人是选民，因真正操上帝的诫命，但是因却完全无插上帝的信息、诫命、旨意。那亲像前礼拜六，咱伫每日途经中间分享，咱引用着马太福音23章13节到14节，耶稣对假冒为神的人咧讲在下的话，中间所讲的，伊讲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恁将天国的门关起来，毋互人入去，家己毋入去。连要入去的人嘛，毋互因入去。这是伫这个所在，保罗就必须爱离开帖撒罗尼迦，伊互伊这个批内底就安尼讲，兄弟姊妹啦，阮受着迫害，暂时甲恁分开，不过是身躯三里，心却无离开。阮若咧迫害，迫切爱看到恁的面，阮真爱去恁遐。我保罗一遍搁一遍想要去访问恁，毋过撒旦甲阮阻挡。咱的主耶稣来临的时阵，阮的愿望欢喜甲上帝夸口是甚物？点毋是恁，恁确实是阮荣光甲欢喜。保罗说明了，顺服上帝的信息旨意的人，会得到上帝的荣光甲喜乐。嘛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好的信仰行为，也互因感觉有上帝的荣光甲喜乐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，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食物，事事顺利，真正幸福。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的囝儿围伫你的桌，亲像橄榄栽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这么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，愿一切你的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的繁荣，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感谢上帝赏赐恩典，互阮会通得到救恩，也愿受你的号召，领受你的话语来实践。求主帮助阮坚定相信，坚持到底，无惊撒旦的作为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